今天我被诈骗了，来，今天来教大家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被封锁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到我们的贴图小铺这边，随便点一个贴图，赠送礼物，这边搜寻封锁你的人，确定之后，它就会跳出封锁你的人已拥有这个贴图，就代表你被封锁了。啊，你干嘛要知道你有没有被封锁？因为今天我被诈骗了，今天就跟一个房东约好啦，看我短影来的，沟通好了，然后也约好说今天在那个地方。重点是我等了他30分钟，电话不接，人也没出现。后来我才知道我被他封锁了。不是啊，这样子是诈骗什么？诈骗我的情感啊！我这么用心，我这么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，我真的只想帮房东好好的服务，但没关系，我会振作。我相信吸引力法则，我相信我的认真绝对可以吸引到愿意相信我的人。好了，振作起来啦！就来找美兰。了解色仔。